後生仔女唔好踩坑，拒絕焦慮，先學識穩陣。各位後生仔女，上集同大家傾完偈，有好多人問我點實行。呢集我哋直接講實際操作。喺呢個時代，穩先係你最大嘅競爭力，幫大家避開各種焦慮坑，將求生變成優雅的發展。職場突圍，精準發力，唔好盲點，核心原則先企穩再求變，守住現金流。經濟環境波動，千祈唔好隨便攞錢。穩定嘅月薪係你嘅底氣，利用業餘時間去搞學習增值，副業多妻先係最強保險。拒絕無效、內卷、冇結果嘅加班係慢性自殺。專注喺嗰20%能出業績、賺口碑嘅核心任務。每日問自己：我今日做嘅嘢值唔值錢？識得借力。職場唔係打單機，主動向前輩攞經，問下佢哋踩過咩坑，識得整合資源，識得借力，你先可以少行幾年彎路。加油啦，年輕人！留言 fire 一齊衝！